四季豆是常见的蔬菜，但容易受到各种病虫害的侵袭，影响产量和品质。以下为常见的四季豆病虫害及其防治方法。常见病害及防治：白卷病。症状：经基部出现褐色水茎状病斑，逐渐扩大，导致植株萎凋死亡。防治：轮作、深耕，排水良好，施用有机肥，避免过度密植。严重时可使用生物防治药剂。疫病。症状：叶片出现水茎状病斑，迅速扩大，茎部也易感染。防治：种植抗病品种，排水良好，避免过度浇水。发病初期使用保护性杀菌剂。炭疽病。症状：叶片、茎部出现圆形或椭圆形褐色病斑，病斑中心常有黑色小点。防治：种植抗病品种，清除病株，轮作。发病初期使用保护性杀菌剂。锈病。症状：叶片背面出现黄褐色粉状物，严重时叶片枯黄脱落。防治：种植抗病品种，清除病株，轮作。发病初期使用保护性杀菌剂。病毒病。症状：叶片出现黄化、畸形、皱缩等症状。防治：种植无病种子，清除病株，防治传播媒介，如蚜虫。常见虫害及防治：蚜虫。症状：群集于嫩叶、花芽上吸食汁液，导致植株生长不良，叶片卷曲。防治：释放天敌，如瓢虫，使用低毒性杀虫剂，喷施肥皂水。蓟马。症状：吸食花叶汁液，造成花朵畸形，叶片变形。防治：悬挂黄色粘板，使用低毒性杀虫剂。前叶蝇。症状：幼虫在叶片内潜食，形成白色蜿蜒的隧道。防治：摘除受害叶片，释放天敌，使用生物防治药剂。综合防治策略：农业栽培管理，选择抗病虫害品种，轮作、深耕，排水良好，合理施肥，避免过度密植。物理防治：悬挂黄色粘板，设置障碍物，人工捕杀。生物防治：释放天敌，使用生物农药。化学防治：在病虫害发生初期，选择低毒性、高效的农药，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。注意事项：及早发现，及时防治，定期检查田间，一旦发现病虫害，应及时采取措施。综合防治：综合运用物理、生物、化学等多种防治方法，减少农药使用，保护环境。安全用药：严格按照农药说明书使用，注意安全防护。提醒：农药的种类繁多，使用前请务必咨询专业人员，并注意安全事项。想了解更多资讯，可参考以下连结。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已移除无效网址，各县市政府农业局可查询各县市政府农业局网站，获取更多在地的病虫害防治资讯。若您有更具体的问题，欢迎提出。关键字：四季豆、病虫害、防治、白卷病、疫病、炭疽病、锈病、病毒病、蚜虫、蓟马、前叶蝇。免责声明：本资讯仅供参考，实际情况可能因地区、品种、气候等因素而有所差异。建议您咨询专业的农技人员，以获得更精确的建议。